部運昌榮。為着讓國軍有更好的訓練場地，在台南永康73棟的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正式搬到關廟唐山野區，總統賴清德親自剪彩啟用。請剪彩。新的野區甲舊校區增加大約10公頃。進駐士官兵以及校員大約2600人，距離北平訓練場嘛只有10分鐘車程，訓練效率甲戰備機動能力大大提升，現場嘛展示這款上新的裝備。剛剛我特別看到了海馬式，也看到了我們中科院自己研發製作的陸劍2飛彈。未來我們關廟炮校一定可以肩負起提升我國戰力這樣的目標。賴清德也閣頒發加菜金，讓國軍加油打氣。伊表示，永康炮校遷建關廟是4year計劃，除了對關廟區的建設發展有幫助，原本的永康炮校用地將轉型之外，更會當替台南市增加至少200億收入。其他的土地未來會作為創意設計園區，這個創意設計園區會包括科技園區，也會包括生活資源園區，另外還會有一個15公頃多的公園。兼顧國防甲城市發展，不過關廟炮校校方佇市長王偉體視察的時陣，反映野區內底手機信號無好，公共運輸嘛相當無方便。對此，交通局表示會增加公車班次，電信業者嘛將佇咧野區內底設置基地台，讓官兵生活機能更加完善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